了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！我请你们喝酒，我请你们喝酒！哎，臭猪，臭烘烘猪，你输定了！你看他这个样子，一点自信都没有，一点信心都没有，你输定了！喂，你别磨磨蹭蹭了，大家都在等你呢。我数3个数，如果3个数之内你举不起来，就算你输。嘿嘿嘿，快点儿！1，嘿，快！2，不要再逼我了，我死给你们看！猪哥哥，不要啊！你别拦着我，活着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了。不是啊，你等我一下。猪哥哥他不是举不起，他只是不想赢你孙悟空嘛。小龙女，你这个人说话可要实事求是啊，不要乱讲哦。你听没听见我说什么？小龙女，算了，我不想伤害这2位兄长的自尊心，把你知道的这些正义埋在心中，不要让他们因为我的死而痛苦一生。二郎神啊，我问你，如果猪哥哥举起这根神针，他最多能跟孙悟空打成平手。但是如果在神针上面加上1个人的重量，那么猪哥哥是不是就算赢了？如果神针上附1个人，他能举起来，当然算他赢。对呀，当然算他赢了。可是小龙女，你疯了，他不可能举得起来，他赢不了的。哼，谁说的？小龙女，你干什么？猪哥哥，快把神针举起来啊！我不行的。快点，快举呀！哦。我举起来了！我举起来了！二郎神，怎么还不数数？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猪帅帅哥赢了！赢了！我们赢了！我们赢了！帅帅哥赢了！赢了！你等着！赢了！我可以得到嫦娥姐姐啦！赢了！太好了，赢了！有目共睹的。耶！多谢！哈哈，这次呢，完完全全是凭我实力拿回来的。越是危急关头的时候，我的潜力就越会爆发出来，这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。好，朕是玉帝，要做到言而有信。你在3关中胜出，天蓬元帅的官位就赐给你了。耶！多谢！哎，多谢！啊！哎，猪帅帅哥，孙悟空呢？爱妃，你现在不能再叫他猪帅帅哥了，要叫他天蓬元帅。啊，是啊，那只猴子呢？怎么一下就不见了呢？对啊，那只妖猴呢？启禀玉帝，3关过后，孙悟空就没回来，一声不吭就走了，太不像话了。本来还想给他个安慰奖，
既然人已经走了，那就算了吧。是啊，这个死猴子，输了而已嘛，说都不说一声就走了，真是不像话。天蓬元帅在。如今你已经是天上的元帅，要谨守神规，不可以像凡间的人那样到处乱讲话，否则的话会被判刑的。知道。啊，还有一件事，是你说过的，当上天蓬元帅之后呢，就可以娶嫦娥姐姐了，立即成亲吧。什么？什么娶嫦娥？我几时说过这种话呀？喂，你明明说过的吧？你。什么我的？我是玉皇大帝，又不是包办婚姻的月老。你想娶嫦娥，关朕什么事啊？退朝！喂，没说清楚不准走。朕告诉你，这可是凌霄宝殿，别没大没小的。朕有这个实力。哎，我说你们两个，一个是万神之尊，一个已经贵为元帅了，有什么事情不能光明正大的说，非得当着大家伙咬耳朵？哼，这凡间嘛，还讲究明人不做暗事，怎么，你们两个连凡人都不如吗？本来就说好的嘛，这件事又不是我的错。天蓬元帅。官朕已经给你了，还想追什么女人？这不关朕的事儿。你喜欢追谁就去追谁嘛，追上追不上是你的事儿，不要什么事情都来找朕。退朝。下四大图已经都被我找齐，孙悟空也很快就会死无葬身之地。帅帅，你们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姐姐，我现在可以爱你了。
的时候，看见我把我们的回忆变成现实。嫦娥姐姐，我天蓬元帅终于来到这里了。为了爱情，我几经波折，我终于来到这里，我都不会再走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嫦娥姐姐，你开门呐！开门呐！姐姐，里面没人吗？这写的什么？姐姐又不在，找人翻译。嘿，沈哥，你帮我看看，这上面写的什么啊？哪弄来的？广寒宫啊，情书啊。你说是就是了。我看看。上面写的什么？哎呀，恐怕要令你失望了。喂，你说什么啊？哎，你看，这上面写相聚2、3月，爱恨500年，离时方恨晚，泪锁广寒楼，雁门不见客，不锁无情宫，无别是非阁，至此话轻烟。什么？你明白吗？不明白，你讲清楚点行不行？我就知道你不明白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相聚在一起，只不过2、3个月的时间，可是爱与恨交织在一起，却有500年。离开对方的时候才知道后悔，但没办法挽回了，只能在广寒宫里后悔当初的决定，而日夜伤心流泪啊。喂，你确定这是嫦娥姐姐的？废话，不是她是谁啊？这后面已经写了，她要去远方，不再留恋广寒宫了。嫦娥她化作青烟，走了。嫦娥姐姐走了，她去哪里了？她去哪里了？这上面有没有写啊？有没有写啊？哎呀，没人知道呀。她走了，那我当天蓬元帅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我来天上都是为了她啊！天蓬元帅，我理解你。你理解个屁呀！没有嫦娥姐姐，我做元帅有什么意思啊？我理解你，我跟你一样，也喜欢嫦娥。可是，你是明恋，我呢，只能暗恋了。哎，不说了，来吧。哎，你先坐着，我再叫几个兄弟来陪你啊，好好安慰你。啊，我先走了。姐姐，这个人怎么睡在这儿？喂，起床啦！吵什么吵？这里是我家。走啊走。呸！这是我家，这是姻缘宫。我在家里睡觉，你教我美梦，我不呸！喂，什么阴阳宫啊？这不是阴阳宫，这里是元帅府，这里是元帅府，我就是元帅呀！
走。哦，这是元帅府。哦，你是天蓬元帅。我喝多了，我得罪。我的家在姻缘宫，那我得回去睡觉了。喂，哎呀，我叫你走你就走啊！我是元帅，我不会亏待客人的。我看你像个大冬瓜，我送你。到了。你住在这儿？你住在这儿啊？好像没我家大啊。我就住在这儿。那我走了啊。别走。我们哥俩接着喝，再喝他3000杯。我不行，我家的汤要煮开了，我要走了。你要走了，我就不跟你玩好玩的东西了。好玩？我家里可多好玩的东西了。有什么好玩的？你以为我傻呀？你不进去，我不告诉你。你一定要给我玩。进去。进去。哎呀！这就是我的家，这些玩意儿你没见过吧？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啊，不就是一堆破线吗？有什么特别的？没什么好玩的，我回我的大宅去。还没请教，你怎么称呼我？我是帅哥了。这位帅哥兄弟，你可不能小瞧这些线，天上地下所有生灵，不管是谁，这些线想让谁开心，谁就开心；想让谁痛苦，谁就痛苦。你知道他们的厉害吧？这些东西真有那么厉害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们叫姻缘线。天上、地下的姻缘都是在这里连着的。对，千里姻缘，一线牵。嫦娥姐姐的姻缘线在哪里？你告诉我。嫦娥？哪个嫦娥啊？广寒宫的嫦娥，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你？哦，那个嫦娥，她没有姻缘。什么？怎么会没有呢？你别唬我啊！我自己找。这找就找。嫦娥姐姐，找不到吧？我跟你说了，她没有姻缘。不会的，姐姐在哪里啊？姐姐的线呢？姐姐的线在哪里？我怎么？喂，怎么这里打了一个结啊？不会是嫦娥姐姐的吧？你胡说八道！姻缘线怎么可能打结呢？明明就打了结的，你看看，你自己来看看就知道了，是不是嫦娥姐姐的？还真是有个结。你看看是谁的名字？
小龙女，小龙女配的谁呀？我先看看。告诉我，这上面哪一个是你的姻缘呢？这上面从来就没有我的名字，所以几千年了，我只能打光棍。不行，我帮你配姻缘吧。不要！好多哦，快点来呀！不要！不要！没眼泪。干女儿，师傅，哎呦，师傅，是怎么了？师傅，师傅，你还好吧？师傅，师傅，哎呦，师傅，哎呀，师傅，哎，我怎么睡这儿了？哎呦，师傅，师傅，昨天您又喝多了。哦，是吧？哎，怎么乱成这样啊？这个人是谁啊？师傅，您不认识他？哎，昨天是您把他带回来的。啊？不认识。那他……好，别说那么多了，找几个人把他抬出去扔了。哎，是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我得把这房间收拾收拾，快去！哎，等，哎，把鸳鸯谱给我。哎，是师傅。哎，去吧，太离谱了。姐姐。小龙女，
好，轮到你了，小龙女。哎，这个名字好像有人跟我提过。哎，啊哈，就是他。哎，小龙女，恭喜你了！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，会有那么难吗？是我做的不够好吗？从前，我在这里找到了爱。难道失去爱的时候，真的还得回到这里来吗？原来转来转去，还是在原地。王母娘娘说我太固执了。爱一个人就是固执吗？不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心里面就只有我的猪哥哥。老天爷啊，你说我的爱到底对不对啊？是你啊！老天爷，这算是你给我的答案吗？我随便走走，挺闷的。我也是，随便走走。啊，昨天晚上你怎么没来啊？我昨天在陪王母娘娘聊天。哦，好。昨天好多人都来了，大家一起喝酒，所有人都玩得好开心啊。猪哥哥，你开心就好了。我去那边走走。我去那边。小俊。姐姐。姐姐，我们的游乐场就快建好了，就快了。你知道吗，小俊？你真的好了不起。其实我很后悔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我最爱的人是你。姐姐，我们以后都不要再分开了。你会不会离开我？不会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
大王啊，大王，大王啊，他们呢都吵着要出去玩会儿。不好玩。那干什么好玩呢？不知道。大王啊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哎呀，我不想说话。可是好多天了，你也不出去活动活动，大家都很担心你。自打你从天庭回来，什么天庭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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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后不许跟我提天庭。好，跟天庭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哎，大王啊，出去，出去，去！不爽，真不爽，怎么就输了呢？原来我不是天下无敌呀！气死我了！大王的病好了吗？哎，大王还是不出来玩吗？大王啊，他说他在想事情。想事情。大王，他是不是觉得天庭比这儿好，就不愿意跟我们玩了呀？是。不要提天庭两个字。我刚才啊，跟大王说，大王很不爽哎。我听说咱们大王在天庭上比武比输了呢。不可能，大王天下无敌，怎么会输呢？哎，这么说来，我好像也听到有这种传闻。天庭真是卧虎藏龙。住嘴！住嘴！从今天开始，花果山要人人习武，全民皆兵。我们要让大王知道，他有天下最好的兄弟，有最好的军队。我们还要刻苦练兵，我们要让大王为我们自豪。自豪！姐姐，我不是妖怪！看他嘴角流的血，肯定吃了不少人，咱们一定不能放过他，要不然以后咱们村遭殃啊！是啊！快把火，用火烧他！哇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么大的蟠桃在这里啊！哇，小龙女你好厉害啊！没想到啊，连蟠桃园你都可以进得来啊！是这个，
王母娘娘给我的令牌，允许我在天庭任何地方自由出入。你看，自由出入。哇，你看看这里，哇，这里好漂亮哦！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哦，猪哥哥，你看那只鸟，好漂亮啊！哪儿呢？飞走了。不要紧，我叫人捉个10只8只的放在你的房间里面。不要了，鸟儿要自由自在的飞翔，把它关起来，它会不开心的。小龙女啊，你心真好。你别夸我了。那你要喜欢的话，以后我们就天天来了，我天天陪着你玩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啊，对了，我以后还要带你去更好玩的地方。我听说天河的尽头很美啊，那儿有好多好多的星星啊，那儿离星星很近，我带你去看星星啊。星星很漂亮的，我们可以在星星里面飞来飞去哦。好啊，好啊，一定很美啊。帅帅哥，可让我找到你了。喂，这里是蟠桃园呢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军令在此，谁敢拦我？军令。啊，帅帅哥，你要出兵了？啊？不会吧，这么快要打仗，打哪里啊？花果山。花果山？喂，你有没有搞清楚啊？是这样，我听说啊，孙悟空在花果山大肆练兵，聚众扩军，准备阴谋造反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猴哥在花果山待得好好的，他造什么反呢？你傻呀！上回他输给你，气愤不平，你懂吗？你懂不懂啊？我不管，反正我不去打花果山的。你帮我想个办法吧。是啊，是啊，你快点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开战啊？真要想一个办法，哎，你快点想啊！第一就是打个你死我活。切你！哎呀，我们都说不打了，你不要开玩笑了。第二就是让他投降喽。哎呀，不可能啦！孙悟空的性子那么刚烈，他会投降才怪呢。喂，你再想想嘛。没了。喂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今天一定要拿出一个办法来啊！办法嘛，倒还有一个啊。不过，喂，你手甩什么甩啊？是不是要钱呢？对了，喂，玉帝要打花果山，这跟钱有什么关系啊？笨猪！喂，你好好的为什么要骂我？猪哥哥，我想呢，三眼哥哥的意思是要用钱来帮孙悟空。还是小龙女聪明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想救花果山那些猴子啊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招安。什么叫招安呢？就是拿钱给孙悟空买个官儿。三眼哥哥，我们不懂天庭里的规矩，也没有其他门路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没钱呢。没钱？白忙活一场啊！哼，走了。喂，别走啊！哎呀，你没钱拉我也没用啊。钱而已嘛，他没有，我有啊。猪哥哥。哦，我想呢，不懂规矩可以问，没有钱可以借呀。说不定天庭像凡间一样，借钱也是常事儿。三眼哥，在天庭买个官需要多少钱？大钱买大官，小钱买小官。不过你们没钱，别浪费我时间。好多人想请我吃饭，还要找我办事呢。哎，别着急。我想我跟你的交情，你一定会先办我的事喽。是啊，大钱买大，小钱买小。那要是想买个不大不小的官，要用多少钱啊？是啊。我想想啊，哎呀，你们有多少钱都拿出来，也好让我心里有个数啊。哦，很简单啊，就要看三眼哥你有多少钱，能借我多少啦。让我借给你啊？是啊，没门儿。喂，站住！哎呀，想想办法嘛。你不是有个猪牌吗？我没说错吧？那个应该值点钱的，拿出来。快！喂，
这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你这牌子可以买个不错的官了。不行啊，猪哥哥，这个猪牌是你祖传的护身宝物。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开始，就看见你带着它，它让你逢凶化吉、遇难成祥啊！你如今天蓬元帅这个官啊，说不定都是他给你的。他要拿去，我也没办法嘛。小龙女啊，这叫迷信，快给我拿来。你没有办法，我有。这一条是72颗东海百年珍珠链。你拿去吧。这72颗，这东海的珠子。这个可以买个多大的官啊？反正也没我的官大，跟朱老弟也差不多平起平坐。对了，那我先走了，我去办正事啊。再见啊。我，小龙女啊，谢谢你啊。二郎神，这次要买什么官呢？这回的价格跟上次可不一样了。钱不是问题，来来，翻翻看，翻看看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9000担，9000担，太贵了，不行。这个吧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5000担，5000？不行不行，你给我找一个500担以下的。500担能买什么官？天官册在你这儿，你干嘛问我啊？哎，你快翻啊！我是有点担心呐。担心？你担心什么？担心你没那么多钱。我让你小看我，你等着啊！来，喏，这个，弼马温，这不养马的那个吗？哎，你给我换一个，换一个。你就出这么一点点钱，哎，买这个官已经不错了。要不是看在你上次请我喝了2两酒的份上，这个弼马温还买不到呢。心想，我还不卖了呢。哎，别，先买下了，先买下了。你把那个官牌给我。知道了。喏，给。这个，这也太精致，太小了点吧？废话，大官大牌，小官自然是小牌啦。要不要？要，当然得要。哎呀，这么个东西，还真得仔细拿着，要不然掉到地上都找不到。哎，来了！哎，搞定，全部搞定了。三眼哥，你帮孙悟空买了一个什么官呢？哎呀，你等三眼哥哥把气喘匀了再说嘛。哎，没事，我也想把这个好消息赶快告诉你们。我给他弄了一个又大又好玩的官。真的？什么官呢？听好了啊，弼马温。弼马温，他管什么的？是啊，弼马温管什么的？这个弼马温呐，他掌管天庭10万天马。管马的官啊！哎，你可不要小瞧这个管马的官。那，帅帅哥，你想想，你叫什么？天蓬大元帅，掌管天庭10万天兵。这弼马温呢，就是掌管天庭里的10万天马，兵和马加起来就是兵马大元帅。那兄弟2个已经把天庭里所有的兵权掌握在手里，够不够大？啊，厉不厉害？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，弼马温和天蓬元帅是平起平坐的。对呀，孙悟空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高兴的上蹿下跳的。是。对了，仙牌呢？我早就准备好了，等等啊。小心，来了。哎，看，够大吧？哎，这个牌子越大，官就越大，这个道理你们懂吧？懂。
哎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没时间看了。你们要赶在玉帝下令之前到花果山，把它交给孙悟空。嗯，哎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那我们走了。好，好，走。哦。还好我把关牌变大点儿，才骗过来这2个人。是短暂的，而快乐却是永恒不灭的。我要在你脑子里注入一些快乐的回忆。开心啊！快乐原来可以让人忘记忧伤。姐姐，听说他们准备天亮就把我烧死。其实，这个结局对我来说挺好的，虽然成不了仙，可我也不想这样活下去。估计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一定要保重，来生希望我们再遇上。快点啊！那边看好了。哎，村长叫你们过去。行，把它看好了，不能放松，知道吗？哦。小龙女，你怎么了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点头晕。怎么会呢？你向来身体很好的，飞天遁地呀，这次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这几次一回到人间就心绪不宁的。你脸色很差呀，不行，得找个地方让你歇会儿。来，到那边歇会儿。小龙女，怎么回事啊？好端端的，你为什么会突然难受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小俊出事了。小俊出事了？小俊是谁啊？这个小俊呢，他真的很可怜的，啊，就是我上次让他拿药来治你的那个朋友。他从小就跟着药王生活，像个奴隶的样子。药王被孙悟空打死之后，就变得无依无靠的。不过呢，他很坚强。他说要回到人群里，学习怎样去生活，继续研究医术，造福人群。看来这个小俊的身世比我更传奇，更加惨。这个世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可怜人呢？小龙女，等我们所有事情办完之后，我和你一起去找他。一起找他？对呀，小俊从小无父无母，还那么可怜，我们就干脆收他当义子喽。收他当义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个幸福的家，让他重获温暖。猪哥哥，原来你比我想象中更加善良，更加好，我好感动。哎，你感动归感动，但你千万别哭啊！别哭，收回去，收回去。你一哭，天就要下雨的。你知道我们要回花果山有重要事情要做的吗？对不对？啊，不哭。我不哭。小龙女，其实呢，我呢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这些猴子真的在练兵啊！难道花果山真的要造反啊？可孙悟空为什么不在啊？老猴叔，老猴叔，你们大王在哪里啊？快带我去见他！哦，大王啊，在水帘洞里，
他已经9天9夜没出来喽。好，再继续练啊！不要进去，大王啊是不会见你们的。啊，走吧走吧。他凭什么不见我们呢？不是，上次大王从天庭回来就一直闷闷不乐，好像有什么心事，成天把自己关在水帘洞里唉声叹气。我们去问他，他什么也不说。有好多朋友来找他，他一概都不见呀。啊，怎么像失恋的症状呢？他是不是失恋了？失恋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侯叔啊，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见他，你帮忙通知他一声了。喂，带我们去见他，不然的话，你信不信我给你捣乱啊？好，我去啊，我去。走。大王，朱帅帅哥和小龙女在外面等着，说有很重要的事要见你。哎，你去。好了，你回去跟朱帅帅哥还有小龙女说，我不见。他说啊，这个事情很重要，啊，如果你要是不去啊，那可是会很麻烦。什么麻烦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我在这儿坐着，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你去跟他说，我不去。好，好。